你存款有2萬蚊就可以買到呢套香洲區嘅精裝現樓3房單位啦，月供期4000零蚊咋嘛？你仲中咩樓啊？直接自己做業主啦！89平方，入門就有玄關櫃啦，收納儲物2筆5萬，廚房係做咗 U 字形嘅佈局啦，餐廳係做咗餐客廳一體化設計嘅，空間較闊落喎，而且3個房嘅空間都唔細噶，主臥帶獨立嘅衛浴啦，同埋大飄窗，私密又舒適喎。另外2個細房可以做個兒童房啦，或者長輩房住，都係夠住噶。住喺呢度，小朋友返學就唔使擔心啦。小區就只帶18班嘅幼稚園啦，同埋出門就去到我哋嘅麗和小學啦、文園中學嘅麗和校區啦，書包資源都非常之好噶。行街購物都唔使跑去市區啦，咁呢度3公里範圍內仲可以去到寶龍廣場商圈喎，而且屋企對面就係輕軌站啦，交通出行都非常之方便喎。樓盤睇完啦，呢度真係唔錯啊，單價1萬2蚊起，而且書包資源同埋商業都喺身邊啦，屋企對面仲有我哋嘅輕軌站，咁感興趣嘅朋友可以關注留言發資料俾你啊。